哦。咱即摆是台中的这个罗汉群哦，台中金信龙林老师哦，这好功夫，林正荣老师哦，这确实老师好功夫哦。这个罗汉挂架，罗汉挂架，来，掌声鼓励哈，挂架哦，来，这个罗汉群哦。金信龙林正和老师的罗汉挂架，那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啊！好，非常好，哦，这个罗汉滚哦，对。那么林老师的高滚非常的水哦，吼，伊高滚分真完整，顶盘、中盘、下盘分真完整，吼，真水。哦，咱刚刚甲各位前面迄个徛头，迄个罗老师就是甲林老师做的吼，咱希望有机会咱看到林老师的这个技巧哦。好，过来吼，特别甲各位。